外是在地新闻，继续来看美国的国务卿庞培欧来宣布，这个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克拉福特1月13到15号将要访问台湾。这嘛是台湾退出到联合国了后，第一届有现任驻联合国的大使来咱台湾访问。外交部讲非常的欢迎。庞培欧嘛伫推特来放中华民国国军的相片，讲要甲台湾这个朋友徛做伙。 美国国务卿庞培欧落任进前，伫咧 Twitter 放外交政绩，佮放中华民国国军的相片，讲咱含台湾是徛做伙。川普政府过去3年对台军卖超过150亿美金，奥巴马政府咧8年140亿美金。 那真支持台湾，庞培欧佮宣布，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福特要来访问台湾。外交部对此表达诚挚的欢迎。我方恪就 Kraft 大使他来访的细节，与美国在台协会 AIT 积极协调当中。克拉福特大使这一次来访是首度由现任的美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访问我国，这也充分展现美国对台湾国际参与的强劲支持，并且象征台美全球伙伴关系的进一步提升。传出克拉福特是主动要来的，会伫咧后礼拜来到台湾。不过，川普要伫咧台北时间1月2日离开白宫。克拉福特伫咧政权交接前访问台湾，时机点引起注意。又在玩所谓的台湾牌的这种手法，提醒蔡英文总统跟外交部啊，如何用一个妥适的方法来接待，而不会影响到未来美中台之间3方的一个状况。不管联合国大使来到台湾，未来代表什么样的含义？起码它所代表的是台湾跟美国的进一步的情谊跟交往，也代表台湾更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看法无同，不过拿着立委拢真欢迎克拉福特来访问台湾，面对美中贸易战继续伫咧进行，就算白宫伫咧换主人啊，川普伫咧热任进前，共款的一直出步数。